非常非常震撼嘅表演，再一次掌聲俾 Mirror 嘅 Stanley 同埋 Eden。嚟到呢個時刻，相信大家都好期待啦！我哋最後嘅壓軸表演馬上登場。
好，咁呢個時候咧，當然就要嚟到姜濤啦，亦都請埋 Eden 同埋 Stanley 同我一齊傾下偈先。喺呢個咁特別嘅 NBA 球場，亦都係你嘅舞台上面。其實喺就係好多嘅球迷、好多嘅 fans 去睇翻你哋啊，個感受係。